裹着一對翼，原地躍起，逃得出這角落，世上亦無慈悲。求救吧，觀眾眼神為兇手打氣，無法自救是你不爭氣。吸收這世上負能量，然後變強。當一個善良人，有時純屬取向。小陰影可我化成殘像，自愛方能永遠醫好創傷。這扭曲的宇宙為存活，誰有正常都不認得，心要狠。的血要歲月去修補，或者愛未強大到空手抗暴，請相信向前能變好。先吸收這世上負能量，然後變強。當一個善良人，有時純屬取向。小陰影可我化成殘像。自愛方能永遠醫好創傷，這扭曲的宇宙為存活，誰有正常都不認得，心要狠，如我那樣想呼救嗎？無人可幫你，你要倔強，有意亦會傷，沒上為何善良？若是魅力渡過，如何有見亮？但你我要是似他，無恨亦同樣難截斷殘惡的影響。即使不想借用負能量，由弱變強，都不要為旁人自強凌弱轉向。他怎麼欺壓你，能自你自愛的人，永遠找到那出口方向。前往是窮巷，抬望太陽，就做在下，不嫌黑，人性本漂亮，孤軍作戰，無望這個我與你合唱。歌語大，死神與死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俾啲掌聲依啊！好耐冇見喎，好耐冇見啦，好耐冇見啊，真係。我哋呢排冇啊，係點啊？我哋呢排冇，唔係單止你而家係姜濤 A 定姜濤 B？我應該同邊一個即係諗下點樣傾偈啊嘛？而家冇所謂啦，而家冇所謂，而家係姜同姜絲咯。其實姜濤 A 同姜濤 B 都係姜濤啫。即係我身為一個雙子座，就想話俾你聽，其實即係我都有兩個自己喺入邊嘅。咁我相信好多人都係嘅，咁但係應該係兩個人一齊去合力保護你咯，所以係冇問題嘅。多謝多謝。係。我會係啊咁就啱啱嗰隻，而家變咗我主持啦。我覺得可以。呢排嘅興趣就中意咗傾偈。係咯。唔係講笑。我都要多謝你即係揀咗你要倔強呢一隻歌嘅，同埋喺你嘅 show 之前出咗俾大家聽。但我個問題都想問，點
點解即係4年後先出咧？因為呢隻歌寫咗4年啦，有4年。過幾日2026啦。有嘛？係啊。唔係，我覺得唔係講真，你一寫俾我呢首歌嘅時候，其實我已經知道我一定會出，係啊，但係我一直想揾一個最適合佢嘅時候，係因為我又唔想佢係一首情歌，因為我聽嘅時候，我相信唔係咁簡單嘅，我覺得係仲有啲最 deep 嘅嘢，所以我覺得要等姜濤 A 同姜濤 B 佢溝通完之後，咁佢先至可以有一個最合適嘅 timing。我覺得今年就係呢一個 timing。完全 OK， 完全 OK 啦。我可唔可以出去睇下？出去睇咯，嚟唱我嘅唱片，介紹下。介紹下嘛。嗱呢一區咧，就費事嚟呢區。我哋今次嘅台咧，就以岩石咗呢個呢一個設計啦，係啦。咁觀眾咧就會見到有呢個270度嘅 video wall 啦。我有睇過呢個喎。有睇過呢個 wall？好靚啊！好靚係咪？要唔要現場俾你再做嗰時代起圍啊嘛？點可以睇啊？唔係講下笑得。過咗啦。唔想。OK。係咯，都差唔多係咁啦，就係。仲有冇啲咩想傾啊？仲有啲咩想傾啊？有首歌好想唱咯，有一首我好中意嘅歌。其實我想講真係，你嗰啲歌嘅點擊率我真係有反光嘅真係，因為我冇辦法忍唔住，我真係好成日都聽。大家咁話？大家咁話係咯，咁嚟㗎咯。你揀㗎喎，我揀㗎。你真係中意嘅，真心。真係中意。我有幾個朋友喺度話咩？姜濤你今晚演唱會啊？係咪Ian做嘉賓啊？Ian啊，係，我可唔可以上嚟睇？你之前8場都唔係呢場。唔係，佢想睇你尾場啫。係咯。OK，多謝你幫我解釋 OK。好，咁我就可以同你一齊唱呢首我喜歡嘅歌嘛。好，請。叫做有一天。好緊張啊！呢首歌好難唱嘅，因為尷唔尷？我睇一睇歌詞。無數次獨個呼喊和嘆息，唱住，迷失了我苦惱忐忑，纏住我只有瑣碎記憶，卻竟得到你呼應，唯一想留一天與你喘息，無聲的和虛的，懷中有你讓劇真集情，平靜裏安躺，棲身一抹暖光，遊入了思海，看日落天荒，悠悠一刻抬頭星空，萬象綻放，如聽到我有種向往，其實我只想棲身一抹暖光，沒說出口，心聲可以釋放，曾是多個苦惱，卻是你留住得一天也耐看。無數錯或對，嘲笑和對比，談愛說痛不過心死，唯獨有一剎把我救起，似一種永遠的你，唯一想留一天與你喘息，由衷的真心的，平靜裏安躺，棲身一抹暖光，遊入了思海，看日落天荒，悠悠一刻抬頭星空，萬象綻放，如聽到我有種向往，其實我只想棲身一抹暖光，沒說出口。
心鎖的這個火。煽情太過比重，其實我只想一起躺進暖光，蕩進思海，看日落天荒。悠悠一刻抬頭星空，萬象綻放，無幾兜電話一直對望，是我只想找到這線曙光，原地都想向我心裏探訪，回頭沒法小去彷徨，我別迷失，留住得一天也奈何。Oh my god！好啦，我聽日俾你拍舞㗎啦。Thank you，多謝依啊！